观众朋友，早，欢迎收看6月16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珍。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台南市安南区一间阿库里的加工厂昨暝着火，消防局派29台车、59个人去抢救。因为工厂内底囤真侪高着火的物件，所以火咧传的速度是真紧。1楼厂房是规个烧甲放起，加在无人掉伫内底。不过，这塑胶工厂着火，恐惊影响台南甲高雄的空气品质。暗时田中一栋厂房着火，火正猛，烟正高。台南市安南区高航路一段一间亚克力工厂15暗传出火警，台南消防局接到报案，出动18个分队、29台车、58个人来拍火。麻烦你看看车子，帮我们协助看看水源或者是后水。消防人员到现场时阵，发现工厂已经规间拢着火，火势正烈，又搁团工欠水，而且温度正悬，铁皮厝的厝顶拢烧甲规个放乱，就要出动怪手来到三港救灾。消防人员伫咧边啊喷水降温。尽力在防护制造熔点，以免影响燃烧到熔点，影响到其他的厂房。燃烧的是因为是塑胶工厂，会空气中的悬浮粒子或毒气比较多，那下风处的居民要受伤。好佳在这是高档的工厂，四周边拢是田，而且着火时阵已经是下班时间，厂房内无人。不过大火所产生的悬浮微粒或者是有毒的气体，住伫咧phòng尾的民众也是要注意空气品质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邦桥幼稚园饲药的风波还未收煞，卫福部公布29个就医的囡仔当中，除了1个要咧检验，其他28个人拢是阴性。不过，这28个囡仔有1个煞是验出别种的爱困药啊，而且伊是伫咧食指读幼稚园，引起家长的惊吓。新北市政府强调讲，这个囡仔检验2届，数值拢评标准搁较低，所以判断是阴性。嘛因为即马毋若邦桥搁逼出食指的幼稚园，士林地检署嘛主动改制侦办。新北市幼儿园饲药案告脱销，卫福部15公布重新六个检验统计，目前就医的29位幼童中，1个人当咧检验，其他28人巴比妥检验结果拢是阴性。因过其中所有1名幼童验出另外一种氨平药苯二氮平类 AB 量残留，敢是因为其他因素干扰造成的，也爱去调查。他这个尿中的这个BGD 哈，就是苯二氮哈，就是比别的小朋友多了哈。标准值是切到200纳克，所以在解读上面，它其实是阴性。因为这个幼童伫饲药案的连锁体系的食指幼儿园就读，当事家长伫面册社团发文呼吁父母赶紧带囡仔去体检，未少家长下昼提早到幼儿园真烦恼的接囡仔回去。就想说要带小朋友去验一下嘛？对，谢谢。现在要去。对，现在要去。所以有个小孩子好像他的浓度比较高一点，因为刚好我们这个是跟他同一班，那我们就想说小孩子也会害怕，所以我想要先带走。他们其实都是列管的3级管制用药。如果我们在没有服用这样子的药物之前呢，其实是不可能在身体里面有这样子的化合物残留的。6月12尿液苯二氮平类之检验结果为20耐克每毫升。那6月13经过了复验，得到是29耐克每毫升，2次检测的结果皆小于200耐克每毫升，结果判定为阴性。新北市长侯友宜伫面册发文强调，这位幼童2摆的检验数值拢比标准达低，结果是阴性，呼吁跨界唔通乌白乱传。也指出市府谨慎处理，已经甲家长联系。过到这间幼儿园留存监视器影像，也毋过饲药案技术过延伸案原案，士林地检署也主动分查这个案会由妇幼专组主任检察官负责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国际研究显示，讲这细菌的抗药性是愈来愈悬。伊个台湾到2050年，当年可能会有3万多人因为感染死亡。人口的中介病院正正都收一个新冠肺炎的患者，住院的期间，佮去遇到超级细菌，住院是住超过1个月才度过危险。
第4波新冠疫情继续烧，但是各大抗药性细菌感染的威胁有可能更较大。林口中家病院进前是收一个50几岁的妇人人，因为确诊新冠肺炎，双边的气拢发炎，带入去加护病房，后壁佫感染超级细菌，引起败血症，带伊1个多月才脱险。第一波是绿脓杆菌，第二波是这个多重抗药性、高度抗药性的克类博氏杆菌，所以这个病人在从治疗 COVID 到治疗抗药性细菌感染，一共我们整个医疗团队花了1个多月的时间，才让他健康恢复。台湾感染症医学会讲，国际研究看出，对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了后，一寡抗药性的细菌盛行率是大大增加2倍。其中有6大全球公认恐惊是无药通用的抗药性的细菌，包括经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克雷贝氏菌、力量怪菌等等。台湾感染管制学会烦恼，若对抗生素抗药性造成的风暴大意，到2005年，台湾当年会有33000人无命。大医院来做这些带领这些诊所，还有区医院的来做这医疗的一个抗生素管理的一个工作。医界指出讲，抗药性的问题继续恶化，未来可能连癌症的治疗嘛会受到影响。建议政府加速抗生素新药的审核和合理纳入健保，而且较紧补充感染需要的专业认证。另外，新冠疫苗的部分，莫德纳正在研发以 Omicron 变异株 XBB 家族为主的新一代次世代疫苗。总经上讲，若顺利，9月就会当进货给大家做。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黄山号方面继续刷向北平，西南风真强，天气同款是无稳定。出门就要会记住早雨伞、穿雨袜。咱来看温度。今仔日中南部会落阵雨或者是雷公雨，各地头无可能会向上大雨，尤其是中南部甲北部过到了后，可能会落大水雨。观众朋友若要出门，就要注意天气的变化。温度的方面，今仔日各地头温度上悬是27度到30度，上低是24度到26度。这2日天气无稳定，提醒民众拜6礼拜若要出门佚佗，就要做好准备，尽量莫走去山区。行政院宣布要全面开放加拿大的牛肉进口，未阁限制年货，不过会排除北内一寡高风险的部位。都医师提示讲，既然政府做好风险评估要开放，接落来就要监控加拿大敢有小牛病疫情。若消基会是批评加拿大小牛病疫情才过1冬尔，政府就要紧要开放，呼吁消费者先买买，照顾家己健康。咱国目前敢若开放加拿大30个月以下牛进口，不过行政议会15确定通过开放加拿大大只牛进口，无涉牛的大细只。除了头骨、脑、目睭、龙骨髓、假肉内脏6大高风险部位袂使进口。看他们的书面资料是可以以后，那我们就到加拿大实地的进行查核，依照我们的程序跟科学的依据来进行加拿大全月龄牛肉开放的这个步骤。食药署表示，台湾较早已经进口16年的加拿大30个月以下牛肉有伫管控安全。目前世界各国进口加拿大牛大部分是无限几个月大，敢若南韩、沙特阿拉伯，甲台湾有30个月以下限制。加拿大不管大细只牛肉，会伫美牛了后开放进口。食药署专家评估是会当接受风险。大部科医师认为，后续也是要严格监控当地牛的状况。如果感染到新型库甲氏症，往往在1年内就会过世死亡。所以虽然说加拿大这次从2015年开始就没有产生典型的那个狂牛症案例，不过我建议还是政府的话还是要随时追踪。毕竟呢，在1年多前呢，还是有发生过狂牛这样子狂牛症的这样一个疫区的一个存在。所以呢，在这一个狂牛症的这个疑虑呢，还没有完全消除之前，我们再次表达反对的这样一个意见。消基会批评，到2021年12月，加拿大国再传出有牛去感染到牛海绵状脑病，也就是俗称小牛症。治疗是不是有够安全，这个疑虑都还未清楚。质疑安全评估听说可能违法。消基会呼吁消费者应该买买来捍卫家己的健康。记者综合报道。北中南3大新外款推出来的 T-Pass 通勤月票，昨开放注文，7月初1就会当使用。其中800几道1200块的通勤月票，伫台北市昨早起都未超过2000张。市政府表示，有通勤月票了后，希望大众运输工具的使用率会当有悬一成。请问现在
三大生活区的通勤月票第一天的预购上路，一透早就有通勤族来买这张专属的票卡，名额100，完成记名加达的点数了后，就会当退100。民众嘛会当用原本电子票证来加达买。伫捷运站的自动卖票机，选买多汇通的方案，就会当加达来买通勤月票。但是同款要到7月初1才会当使用。其实还蛮划算的，因为我是住基隆啊，所以台铁就再加上去就蛮划算的。我是629到期，所以差1天。我刚刚问他说差1天要怎么处理，他说叫我先用1280，然后用1天以后再退掉。上北加济通勤族原本是使用1200倍的通勤月票，拢拍算要换。悠游卡公司嘛提醒民众，一张票证敢若会当加达一张月票的方案。若是要使用原本的票证，建议使用到期了后再搁买。台北市长周万安早起嘛去台北市的捷运站来宣导月票的预购上路，提醒民众会当伫7月初1进前分流来买。我们也希望让我们搭乘绿运输的使用率能够从60%提高到70%。台北市政府表示讲，通勤月票上路了后，希望会当提升10%的大众运输利用率，嘛希望因为安尼会当互北北基桃下区的观光商机规个起来。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报纸写啥物？带观众朋友来看早报重点。先看联合报，有风声讲三分水库水头要静电，民众烦恼供电棒若算长，或者是要清理的时会污染本加南地区的水质。市长吴伟德讲，唔知影这件代志。若主办工程的嘉义县表示，供电棒无毒，爱民众免惊吓，算是引起学者质疑。来看自由时报，去年11月，国民党彰化县议员施家华甲因老爸施福兴，甲选区的村里长代表候选人斗做竞选的文宣品煞无收钱，去互检方依照贿选起诉。彰化地方法院即阵是判施家华有期徒刑3年2个月，施福兴3年4个月。来看中国时报，MeToo 的事件继续咧滚价，57岁艺人柯杰辉嘛小连续防指控性骚扰。柯杰辉是宣布要退出演艺事业，停止所有的活动，要反省回实力。公共电视《我的大家哪会喝果水》第2季就决定要甲柯杰辉的角色换掉，但找到适合的人才阁继续拍戏。来看前立委陈碧慧去互查某志工指控用民公司性骚扰。陈碧慧昨暝伫面册回实咧，讲家己无资格做民意代表候选人，要退出明年的选举。我认为，我们当时经历了选举、罢免、补选的这一段时间，你一直都是志工团里面的一份子。在志工团里面，大家有开心、有悲伤的时光。但是不论是在这个过程里面造成你的不舒服，或者是不谅解，我都应该要跟你道歉。红罢免的前基进党立委陈碧慧，本地要阁出来选台中的立委，不过说去互过去竞选总队的查某志工指控用兵共骚性骚扰。佮讲要找伊做代理淫保，陈碧慧是透过面册回实咧，讲家己连支持者都照顾袂好势，无资格做一个民意代表候选人。2019年的时候，当时性骚扰的事件最近佮爆出来，除了行政院启动修法，政党嘛要进行内部检讨。民进党是推动性平教育课程，党主席赖清德昨冇参加。若国民党拜一要召开性骚扰的申诉委员会。目前唔但有报军旗加陈碧云这2案，佮有收到新的申诉案件。性骚扰事件真济，立法院要伫7月召开第2届临时会处理性平法案，行政院会伫7月14进前将法案送到立法院，主要要定性骚扰样态指引、检讨外部机制、甲跨部会机制这3大面向，希望会当伫7月底前完成修法。我们劳动部、教育部还有卫福部就所辖的这个法案的修法的部分要来积极。行政院要修法，政党是做内部检讨机制。民进党进行3场性平教育，15下晡党主席赖清德甲党务主管做伙上课，问题真踊跃。应该是有性骚扰，对，应该有性骚扰。主讲的高雄市女性权益促进会副理事长黄家云嘛建议，爱用行动做补救。人我相处的分际上面，可能还需要再多一点点的一些资讯。
让他们更能厘清什么叫做拒绝，跟什么叫做喜欢。交给我们的信评委员会，还有我们的保监会来一切的尊重相关的程序及相关的证据。若是国民党立委鲍昆萁的性骚扰案有新的证人出现，主席朱立伦表示尊重调查。国民党12已经先召开性骚扰申诉委员会，除了鲍昆萁、詹撇文的案以外，嘛有新的申诉案。最近又增加3个外聘女性委员，已经让案件公平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顶个月有一个空军的中士，甲查某大学生卡来手来。这个查某学生去报警察，那军方已经要求这个中士要强制退伍除名。有立委就公布，这5天来国防部统计性骚扰案件有306件。立委认为军方应该要有第三方的调查机制，增加委员会外聘委员的比例。性骚扰、性侵害争议伫社会一直变，国军原来是性平案件真多。顶个月逼出空军中士性威胁女大生，互人反诉前报警，也捌传出中士申请退伍，军方是解讲已经下令态度。北师大关怀协会15公布台湾军民性平暴力事件的调查报告，为1999年军事馆性侵命案到即嘛，法院受理63件性平案件，尤其以性威胁上严重。因为军方喜欢切割，担心影响军队的形象。切割之后，让这个犯案的人没有任何的辅导，就丢回社会，然后他常常就要自己去打官司。因此，这当中侵权赔偿的官司是很多的。似乎也没有运用这样的自己的一个规定来做一个身心辅导，就让所谓的行为人。就是回归到社会，我们会担心，这样的一个行为人，他有可能会成为未来的一个可能再犯的一个几率是高的。军中较早拄到性骚扰、性侵案件，上接看的都是用法律的方式解决，啊，不过无针对加害者进行身心的辅导都切割。黄伟伟认为，军方安尼做无负责，无顾到民众的安危。另外，调查嘛发现有38件军人牵涉到性威胁的判决。将近一半是妨害性自主。有立委嘛公布预算中心的评估报告，公布将近5年的性骚扰案件有300件，啊，不过比国防部主计局统计结果较少，这个有无公开。全部的案件中，尤其是以男对女的骚扰占93.02%，受害者为士官及士兵占73.26%。对这些所谓的个案呢，也有到我们部里面定期的来由长官主持。跟那个精进的部分，民进党立委陈培如认为，军方爱成立第三方调查机制，避免这样的情形发生，也加提高性骚扰申诉调查会的外聘委员比例。落实军方性平教育，应该要伫中正以后的阶段，加强军校生的性平教育，也加心理辅导机制。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澳洲的国会嘛逼出性骚扰。有一个查某议员指控另外一个查甫议员甲骚扰、甲对甲罔、佮甲纠纷。另外，美国内华达州取消对民事性侵犯案件的追诉期限了后，就阁有9位女性出来指控出名的喜剧演员比尔·科斯比甲因性侵。Yesterday, I made remarks in relation to another senator. I then had to withdraw them because the rules of the Senate do not allow you to speak about someone's character. I experienced sexual comments and was inappropriately propositioned by powerful men. One man followed me and cornered me in a stairwell, and most of this was witnessed by staff and fellow members of Parliament. No one witnessed what happened in the stairwell as there are no cameras in stairwells. 国会议员索普15天前一天讲出对方的名的做法，改做无讲出人名甲发生地点，而且讲伊未采取法律行动或者是报警，也未指认涉人应该对伊的控诉负责。伊则是指控国会议员犯案对伊性侵犯，伫咧议会讲可能会对伊进行制裁了，就甲指控手段。There ar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what amounts to sexual assault. What I experienced was being followed, aggressively propositioned and inappropriately touched. I was afraid to walk out of the office door. 犯案则是被点名时阵，就是发声明否认所有指控，希望赶紧调查，愿意配合。Nothing that she has alleged about me is truthful. No such exchange occurred between us. Making false allegations in the Senate today
is disgraceful and brings the Senate into disrepute. 公告针对澳洲国会工作场所所做的独立调查，每3个人内面就1个人遭受过性骚扰。另外，在美国内华达州5个30页取消涉及成年人性侵案件的民事诉讼时效了。喜剧演员比尔·寇斯比和9位女性故意在1979年到1992年之间给因性侵害，在规定改进前，对18岁以上相关诉讼时效是2年。85岁比尔·寇斯比在过去几多10年来，和几多10位女性指控伊性侵，不过一直拢无被刑事定罪。但是2022年，这件民事案件已被认定有责任。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来看黎巴嫩的国会14举办第12届的总统投票定数，嘛因为各党派之间无共识，国家元首也是无法度选出来。这一拖都已经拖超过7个月啊！民众上关心的也是经济问题无法度改变。黎巴嫩的总统是由国会选出，每一届任期是6年，各派党连选连任。总统权力包括签署法案、加做法律、任命新总理，甲国会表决之前先同意政府的组成等。14举行的投票定数，主要候选人是由真主党支持的弗朗基亚，甲由基督徒参无党派机关支持的财政部长艾佐尔。第一轮投票需要得到全院128席2/3席次议员的支持。若无人过关，第二轮投票只要过半，也就是65票都会当。虽然所有议员拢出席投票，不过多数的人将票放伫票箱了后，就离开议场。第一轮艾佐尔59票，弗朗基亚51票，拢无达到底线。爱阁进行第二轮投票，会场煞无达到法定人数流会。وكل نائب أدلى بصوته وطبعا النتيجة لم تؤدي إلى انتخاب رئيس بسبب الانقسام السياسي الحاصل بالبلد. تعبنا وما حدا عم يقدر يغير شيء، بلكي ما بيعرفوا يغيروا أو ما عندهم نية يغيروا، بس بالنتيجة وحدة لبنان والشعب اللبناني هو الخاسر الأكبر. 这场已经拖7个月的政治僵局，和权力限制真空，经济好起来无啥希望。法国、美国等国家伫投票进前，拢呼吁众大人士共识，选出国家元首来，以推动改革，顺利处理海外数十亿美金贷款。那除了总统的会无人做，1年过来，黎巴嫩政府由权力有限的看守内阁来管理。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墨西哥的城市提华纳被列作全世界上危险的城市之一。这座城市的市长为着要处理毒品的问题，所受到生命威胁。即马国民警卫队就建议市长搬去军营大，较安全。墨西哥北部城市提华纳一旦讲是全球上危险的城市之一，市长卡瓦列罗为了处理当地严重的毒品甲恶毒问题，最近受到死亡的威胁，所以毋但伊行卡到的所在拢有国民警卫队驻守，甚至接受军方建议直接带军营，以免发生意外。Bueno, fue una sugerencia de la Guardia Nacional, una sugerencia en razón de las amenazas que recibí, amenazas que no sé de quién vienen o de qué grupos o personajes. 墨西哥总统欧布拉多拜日伫例行记者会表示，政府会调查这件代志，看伊危急的程度来决定卡瓦列罗会伫军营待偌久。欧布拉多同时嘛指出，当地下加州前后2任州长嘛受到同款的死亡威胁。提华纳伫美国边界，这个臭名大家拢知，一直拢是毒品这个非法物品走私去美国的据点。去年5月，美国甚至阁查到一条藏伫美国边界超过500公尺长的地下秘密隧道，走私毒品正利便。今年3月，军方查到183粒合成的毒品芬太尼药丸，当地煞变作芬太尼的集会中心。有毒品，当然治安就变正差。过去12个月，提华纳发生1818件谋杀案，发生率这么高，排名全球第2。公司新闻张如平编译。加拿大伫2015年通过安乐死合法，魁北克省进前就通过扩大适用范围，要求安宁机构嘛提供安乐死，或是地症患者嘛会当伫智力下降进前事先安排申请。77岁魁北克负责人酒店肺癌第4期，已经拖到脑部，伊申請安樂死，選擇要有尊嚴來結束家己的人生。La lésion au cerveau avec les crises d'épilepsie, non.
c'est prolongé de quelques mois. Ça me tentait pas là du tout. Mon bout de chemin fait。这是伫4月2日接受安乐死过身进前几天留落来画面，心情轻松平静。伊甲上佳的生命追求图插伫手骨顶面，陪伴伊的查某孙仔完全赞成嘛支持这项决定。加拿大伫2015年通过安乐死法案，魁北克去年有1万人选择安乐死。安乐死的比例比其他省份和荷兰、比利时这个先进国家加足悬的。今年6月初前，魁北克议会通过放宽安乐死的修正案，要求安宁照护机构和私立病院提供安乐死选项。相关专科护理师提供相关的协助，搁稳准神经退化性病痛，亲像阿尔茨海默患者，伫脑部退化进前，就先为以后设想提出申请。44个 Sandra 得到早发性阿尔茨海默，这个等着修法，不过搁要等2年，和医师和机构制定相关协议。Mais il y a une partie de moi là, qui a cette peur-là. Tu sais, que ça arrive plus vite que ce qu'on voudrait, que ça se bouscule, puis que finalement personne n'a le temps de rien voir. Puis là, je suis rendue que je suis plus capable de consentir à rien, puis qu'il est trop tard. 虽然安乐死有民间最多的支持，反对者的立场嘛是真坚定，因忧心法案放宽造成泛滥，互临终安宁关怀变数，增加对弱势和身心障碍者的支持。公视新闻施伟中编译。今日国际有啥物大代志？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世界。美国治安业者表示，有一定甲中国有关系网络骇客锁定亚太地区甲台湾的政府机关，发动大规模的网络间谍活动，上无偷摕16个国家的电子批，攻击因的公司部门。有一只载难民的渔船伫希腊附近的海面冰船，上无79个人死亡，数百人失踪。这船正式船顶有数百位拢是囡仔。希腊是宣布全国哀悼3日。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为去年12月开始，美国重新甲伊朗对话，要求伊朗甲因掠的美国人放出来，嘛要压制伊朗发展核武。来看美国联准会公布上新的利率决策，要暂停升基准利率。咱台湾中央银行理监事会议15嘛做出决议，第5届大动。中央银行的总裁杨金龙宣布，政策利率无要变动。中央银行嘛预估台湾的出口会豆豆回升，不过要是甲台湾的 GDP 调降到1.72%，无法度保掉2%。美国联准会宣布暂停升利息，银行也将化解危机第二做。央行理监事联席会议15做出决议，终止连5起。央行总裁杨金龙宣布政策利率暂时无动，中大利率、担保放款融通利率甲短期融通利率分别维持年息1.875、2.25甲4.105%。我们的通膨是慢慢的缓步的回降。那到第四季的时候呢，我们的通膨大概会在2% 左右哈。展望后半年的国内经济金融形势，劳动市场方面，银行表示效率回降，就业人数增加，民间消费稳健成长。全球经济有希望回稳，台湾出口动力会回升，不过银行有望下修咱国 GDP 到1.72%，那比3月的2.21%加无法度保住2%，也甲做个总税有落差。贸易不好，我们的投资也就不好。那我们呢，跟主计总处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就是说，第一个也是一样的，就是贸易跟投资的这个部分呢，我们比它下修一些，消费的这个部分呢，它比我们乐观一点。央行表示，会继续关注国内检测货币政策的成效，甲主要经济体检测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适时调整货币政策。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湾的 AI 年会 ，AI 台湾伫台北举办，有130间企业参加。数位部处长李怀仁表示，台湾发展的重点是要甲产业甲 AI 相结，希望公部门甲民间企业合作，有更较侪 AI 应用。快乐自在，生命在续。甲虚拟人物直接对话问答，这款 AI 虚拟人结合 AI 语言模型，也有精美的视听甲效果。伫甲人类对谈的时阵，也个因为身份角色无同，也有不同的回应。后面接一个 large language model，fine tuning 完了以后呢，它生成的这些文字，再经过数字王国后面的这些虚拟人生成的系统，然后去做成一个对答的这样子的一个影像。
唔会当互机器人物互动更加真实，也有人利用多角色训练技术模型，将实际影像转换风格，佮生成祝福词，直接做成副卡。AI 应用一直出来，也有业者联发全台第一个带有双手骨的 AI 服务型机器人，对长照运输等领域提供协助。看到这个物件，然后他知道说要对这个物件做不同的工作，这让这个机器人可以自己在设施里面，他用自己的手臂去开门，可以让自己的手臂去搭电梯。无论是伫倒一种场合做什么款的工作，机器人拢会当学习。另外，中小企业若想要投资 AI 发展，工研院也推出 FAST AI 一站式系统，可以用少量的标注资料，那就可以达到同样的一个训练的正确率，不用专业的 AI 工程师来调整这些参数 ，AI 自己会调。产业 AI 化 ，AI 产业化，我们希望各个产业在数位转型的路上更好，成本更低，解决方案更有效率的 AI。台湾 AI 指标性年会 AI 台湾2023伫台北举行，吸引130间的企业参与。安怎应用全球 AI 事件？数位部将重点放伫产业 AI 化、AI 产业化，希望公司协力创造更较侪应用。记者综合报道。欧洲议会通过人工智慧法的立法草案，若准顺利，就有机会成做全世界头一个全面性的 AI 监管规范。伫法案内底有明确定出风险的等级。亲像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这款评分的系统，都是未当接受的风险。另外，嘛要求 AI 开讲机器人做出来内容，拢爱标示，业者嘛拢爱做风险评估。And it is adopted. Congratulations. 2499比28票差这么大，欧洲议会伫14表决通过人工智慧法案。I suggest you to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responsible AI development and usage. 伫会后的记者会顶悬，议长阁念出 ChatGPT 的建议发言，这项法案希望会当替 AI 技术的发展来制定标准规范，其中无共风险的嘛会有无共对应的准则，亲像支援 AI 也是 AI 研发的游戏，台选本所配这种软体风险上细，可能影响到民众的关键基础设施，和 AI 做信用的评分，确认敢袂当使用基本私人和公共服务者的行为，列作高风险。另外，亲像中国社会信用体系这种社会评分系统，也是照行为和社经地位独甲人分类的行为，是袂当接受的风险。The new age of scrutiny has begun. So there are many things that cannot be digitalized. Emotions, will, and judgment. All this belongs to us, to this House, which has the ability to set the tone worldwide. This is all about Europe taking the lead. 另外，对生成式的 AI 嘛需要遵守透明度的要求，必须要讲内容是 AI 生成的，搁要防止生成非法的内容。欧盟是全球第一个定 AI 监管规范的，台湾应该安怎做呢？台湾就像欧盟一样，主张在人权、在自由的这种精神。那如果能够将这样的一个精神呢，融入在到相关的这种人工智慧的规范面上，做出引领的作用，那台湾在整个影响世界相关的标准制定上，就有它的一席之地。国科会和数位部这单位当地建议人工智慧基本法，暗算9月提出草案，要安怎个发展，个会当甲约束，莫造成国安和民生这方面的问题，嘛继续引起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总统拜登14强调讲，美国会想尽办法来减少碳排放，若无极端气候会影响后代子孙。那加拿大嘛当咧对付，因为温度上悬，地势会火烧山。总理杜鲁道嘛表示，极端气候会愈来愈接发生。宣布竞选连任的美国总统拜登，14是参加环保团体暗时的参会，争取支持，表达对气候变迁的烦恼。强调美国政府当透过法律拍拼减少造碳，希望在2030年之前，当年减少10亿吨的温室气体排放。拜登讲，若无拍拼减排，极端气候会一直影响到后代。There's a lot of threats our children, grandchildren, great-grandchildren are going to face. This is the only truly existential threat. If we don't meet the requirements that we're looking at, we're in real trouble. 和美国北平相接的加拿大，无正常的高温是引起森林的野火浓烟，搁互纽约市成做全球空污上严重的城市。
加拿大的总理杜鲁道14去魁北克去鼓励拍火的成员，嘛强调讲，极端气候会愈来愈接发生。We know, unfortunately, that extreme weather events are going to become more and more frequent over the coming years with climate change, and that means we're going to have to continue learning, continue looking at how to prepare for the coming years, how to work even better together. 另外，在哥伦比亚的国会，17国政党正在为着气候的议题做辩论的时阵，有环保人士是穿恐龙衫冲入国会，呼吁议员要重视气候的议题。Nos viene a decir que no elijamos la extinción. Para eso debemos frenar la frontera extractivista y hacer la transición energética, trabajar en una nueva forma de vivir. 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国家博物馆，14有2个查某环保人士，因为不管遮尔无重视气候的变迁，把手摕去浸红色的色料，再搁伫馆内木台作品的玻璃大顶悬，留2个大红的手印，2个人随风抓起来。瑞典环保组织恢复室地讲，这是因的成员做的。博物馆嘛，当在检查700度敢有受损。公司新闻新路杯编译。镜头转来到国内，讲到举办夜，真侪人会想到高雄茂林山区。不过论真来讲，田寮的大冈山生态园区附近，嘛是举办夜重要的生态地。不过有一寡民众为着要看举办夜，煞是用手去摇树啊。旅游局是呼吁民众用目睭看就好，莫去影响生态。小举办点伫山林内爬过来爬过去。若讲到高雄的举办点，真侪人会想到茂林。不过田寮的大冈山生态园区。办用结果去卡头，最近举办点嘛做到袂算滴。附近一丛开花黄目紫树，都有几千只。小紫斑蝶它是低海拔，特别它是平地的蝴蝶，栖息地大部分都已经消失，变成盖房子跟农田。那大冈山它是台湾仅存的一个类似平地的森林，是它仅存的栖息地。小举办点是台湾举办点内底体型上细。主要分布伫南部低海拔山区，城市中有一个白石斑点，是兴美湾园室研究也有几啊年的张家良已经注意大冈山真久，知影小举办点部分嘛走来勘察，煞看到有人为着看野的，直直咧摇动树身。欢迎民众最近可以把握时机去观赏，但千万不要摇晃跟攀折树木，不要喷洒农药，不要干扰捕捉蝴蝶，让我们每年都能够再见到这些美丽的一个昆虫。为要保护蝴蝶生态。张家良和行动艺术家林丽晶制作告示牌挂伫树顶，举办点为着生态过冬这因素，伫岛内长途清刷。今年举办点大爆发，导演和农业局嘛提醒民众，唔通甲因搅了，而且美丽的贵客会当安心踮咧遮生态。记者综合报道。最近MeToo的运动伫台湾各界讨论度拢真悬，中华梦想馆就举办一场性别讲座。针对身躯的自主权、性别的刻板印象来讨论，希望宣导正确的性别观念。我们现在女生有话语权，所以我们可以决定要跟不要。除了宣导身体自主权，两人互相有意思，嘛无代表会当骹来手来。也佫有社会上常常出现对男女气质的传统印象。事实上，气质天生自然，无应该受限制。最侪人拢会想讲啊，长头毛的、穿裙的，然后改粉红色的，就是查某啊。然后短头毛的，然后看起来较大张的，迄就是查甫。其实咱生活旁边的最侪朋友里面，嘛毋是每一个人生甲拢共款。听课的民众嘛来分享生活中捌拄到的性别议题，经过老师的分享讨论，大家的想法嘛开始有改变。我曾经帮忙给我2个儿子，我说，假如你是第3性别的话，你先逃脱逃这里，好，我有一个心理准备就好啊。我感觉今仔日上课有讲到，确实是一开始我嘛感觉阮爸爸就是爱去上班，阮妈妈就是爱单纯甲阮顾，啊，原来这嘛是一个歧视啦。主办单位表示，台湾社会其实也有真侪所在需要落实性别平等。不管是家庭、工课场，甚至是外表、清擦，拢应该有更加开放的态度，尊重别人，做伙实现性别平等，创造友善的环境。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来看创办23档的台湾首府大学，伫今年7月确定要停办。不过因为学校真大，真侪民众是甲议员反映，希望政府会当去争取甲学校重新建设。若台南市府黄伟哲表示会积极来争取。
不过学校有欠教育部经费，所以要等中央清算了后，才会当有后一步的规划。今入校园，大部分的教室空拢无人。原本校园应该有真侪学生，不过即摆煞受到少子化影响。台湾首府大学决定要伫咧今年7月退场，因为校地真阔，地方民众向在地议员反映，望在未来会使改变成专门运动馆，促进地方发展。有足大的空间会当来好挥洒一下，所以我一直强调，就是讲，不管是老人也好，年轻人也好，囡仔嘛好，亲子馆也好。甚至甲咱全民运动馆，对，咱来甲大堂做嘛，做了后，咱个政府的机关会当进驻，嘛减少咱需要起新的建筑物的这个费用。市长委提表达，市府真有意愿要接手，不过根据了解，目前学校有欠教育部钱，所以爱个等中央清算了后，会个调查有啥物单位想要来进驻。那学生的部分，学校已经安排好势啊，不过学生有缘真唔甘。不想离开这间学校，学校帮我们跟教育部安排，有叫我们处理转学的事情。台南正有发生退场的学校，校园防严重破坏，市府讲7月了后会维护校园环境。台湾首府大学未来会变安怎？地方真期待。黄伟提表示，中央回应爱清算到明年，上紧明年才有答案。记者陈武台南采访报道。来看渔业署举办金港渔港比赛，其中宜兰的南方澳渔港唔但摕到3粒星，佮摕到新比克严选奖。这摆嘛有80万人参加特别奖的投票，是中华王金渔港佮再摕到最佳人气奖。渔港是渔船停靠、渔港组是渔会交易的场所，嘛是民众亲海的好所在。渔业署举办金港渔港评鉴，宜兰县南方澳渔港。落实港区摒扫，实施渔业台卖分开，摕到今年上大奖3星肯定，阁得到秘密客严选奖。那对内县府讲，对外国渔港嘛真照顾。苏澳区渔会其实也是全国首创第一个，就是提供热水淋浴。前3年也是配合渔业署的政策，在南宁市场就是渔工比较聚集、比较密集的地方，也设置了7间简易式的热水淋浴间，使用的状况也非常的良好。今年摕到2星的中华王金渔港，是民众票选上悬，再度连任最佳人气奖。中华农业署讲，王金渔港是海钓港，退老的时条件带有丰富生态，还有丰富的景致、灯塔，甲上青的鱼啊，真适合观光旅游。县府嘛举办活动，请大家来到老列。积极的来行销我们王公渔港，我们每年像今年在7月15、16日就会即将举办王公渔火节，那我们还有长达就是1000人考科的活动。全国220个渔港，今年有40个渔港参加金港渔港选拔。渔业署讲，营造渔港多元使用，提升渔港环境美观，卖当予渔港正做民众亲爱佚佗的所在。今年得到上冠级3星的渔港，拢总有10个。记者综合报道。在1930年，配合都市改造计划成立的嘉义市行政市场，因过是嘉义人真爱去的所在。不过，这阵因为地主准备要把土地收倒转去，所以地方的文书团体举办招托的活动，希望在这个市场消息进前，让人来记录甲传承这个市场的故事。都兰因为小改行政市场的历史，落雨天的下晡时啊，嘉义市的地方文书团体举办行拓的活动，要赶在这个市场消息进前，让人知影这的历史。台湾的日新报基本是大的资料，然后才知影咱行政市场才差不多等1930年的时阵，伊就开始发展做差不多即马市场的这个雏形。因为我们是住嘉义市，所以我觉得有机会来到新东市场看他最后一眼，其实是蛮感动。新东市场的位置是在嘉义市历史就是城内跟城外历史新跟旧相交的地方，所以其实它有很多可以讲的故事，可以牵连到清朝或者是现在的台湾的故事。那我觉得他们这个地方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关注它未来的发展。嘉义市中心附近的行政市场是在1930年配合都市改造计划起的。1945年嘉义大空袭了后，佫重启。内底高档阁有一间趴远的木造老戏院，因为地主个样先做好，即马要甲土地收转去。地主会当发出悲心，甲含市长，甲含各路商，大家去合作起来，再一次的努力，发展出第二个
电奖市场。他能够有机会再重新被看见，当然对城市来讲是正面的，但是这个都要牵涉到说，他能不能够再更广泛的被讨论。这个市场目前阁剩一寡人住伫遮，进前嘛有人伫遮开店做生意，因为地主要求因6月底就要搬走，所以住户拢已经开始咧整理，准备搬离开这个所在。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要跳国际标准舞、国标舞，就要为姿势、节奏到脚步，一寡基本训练要掌握好势，才有才调真做优秀的舞者。这对普通人来讲，就真无简单啊！对新长者是更较困难。行动无方便，坐轮椅要安怎跳舞呢？一礼拜六暗时7点半，台语台青春咱的帮，带观众朋友做回来了解。对音乐、优雅跳舞是真侪人梦想，不过对新长人士来讲，却是真恶想象的代志。接触到蔡老师之前，我唔知我自己会跳舞。这是一个不太可思议的事情。我从小就是比较喜欢看人家跳舞，为什么我自己不能站起来跳舞？看人跳舞真优雅，不过要真做一个专业的舞者，一路是充满挑战。跳舞这条路是介辛苦，佮足孤单的。你若无共同的兴趣的一个边啊，你的舞伴好，或者是讲，你做到的人拢共款的时，其实足孤单。练舞的时阵，一天拢要练上少10点钟以上。我嘛练到脚受伤啊、流血啊，而且脚底破皮啊，规顶皮拢落落来嘛有呢。练国标舞真辛苦，要甲坐轮椅的人做伙来跳舞，是更较无简单。甲轮椅做跳的时阵，因为阮身悬差足多，有当时啊，阮爱搁帮因杀啊、帮因扭啊，搁爱闪因的轮椅啊，这拢是一个足困难的挑战。啊，毋过嘛真趣味。在你做的部分吼，你若讲有专业性，吼，这个舞蹈看起来是无共款，足精彩，甚至袂较输咱正常人来跳国标舞。轮椅国标舞展现出无共款的水甲力头，这阵专业的舞者用舞蹈来鼓励新长者。嘛，甲国标舞带入偏乡，创造希望。因就亲像万标的活力柱，跳出轮椅国标舞的未来。记者综合报道。人讲大自然都是上好的教室。伫新竹的母语家庭，都伫大自然当中，透过天然的竹仔、茶壳甲锁仔，教囡仔家己创造出上天然、上环保的游戏场。囡仔阁会当哪耍哪学台语。囡仔伫用竹仔做的游戏场，爬过来、海过去。另外一边是伫家己学的水池，算甲有够欢喜。有囡仔利用竹仔，透过大人的指导，家己搭起一座便桥，实在真厉害。因为我就看着遐竹仔，就想讲安尼家吐去对面就会当过去。来甲吐伊好耍。非常好耍。安怎讲？倒位好耍？因为我搁起这桥会使爬过去耍，而且搁会使耍迄水壳啦。其实囡仔爱伫这个佚佗的环境内底开始。会使做迄个风险的评估吼，风险评估。你若无互伊去学，伊后摆就袂晓吼。伊干那会晓踮些个足安全的所在吼去佚佗。其实有当时颠倒会受伤吼。新竹母语团体想要互囡仔加接触大自然，特别带囡仔来外口，利用自然环境中的工具，打造出大自然游乐场。大家哪耍哪讲台语，小解生活。提醒注意安全，专程拢讲台语。不管是进行游戏，还是家己做一寡可能有一寡危险的动作，嘛是会家己适当的提醒。搁会甲囡仔提醒讲，咱即马伫遮，咱来讲，譬如讲咱讲台语，还是讲咱来讲客语，还是讲等等的语言。所以伫遮即个环境是足自由的。教囡仔功夫，家己搭游乐场，毋但囡仔爱耍。就连大人嘛感觉真趣味，接触大自然，互囡仔在生活中有无共款的刺激。大家同齐讲台语，也是替囡仔创造更较多元的母语环境。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来看杭州亚运，搁100日就要起稿啊！国训中心是举办宣誓活动。体育署长陈世忠表示，台湾为1954年参加亚运以来，到达已经有累积99块金牌。到今年这届金牌数量就会超过100块，伊期待选手拢会得拼出好成绩。
操练体能，则含教练练拍手背。同学木姓区的铜牌黄小文含刘宗泰，这对师傅含多地2017年就入去国家训练中心。这当外来生活就是训练和比赛。9月黄小文就要去第2摆亚运。上一届的亚运是受伤然后退赛嘛，那今年希望自己就是可以健康完赛以外，然后也希望可以突破自己上一届的成绩。3月世锦赛摕到金牌，返来台湾了后，才发现讲正手已经骨折。黄小文讲，经过休困已经完全恢复，接落来会亲像进前同款，刷去美国来训练。霹雳舞红放入去亚奥运做正式的项目，亚运剩100天的宣誓活动，特别予培训队开场表演。歌手刘成德讲，去年就入来到中心，这一下亚运就要到啊，有感受到更加侪人关心霹雳舞。透过亚运，这次亚运或者是2024奥运，真的会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霹雳舞到底在干嘛。打工赚钱，然后去到国际比赛不容易。那其实来到国训中心的话，我们可以使用国训中心的资源。通训练的浪旁柔道男神尤永伟嘛参加活动。尤永伟讲，应该亚运20岁，经过5冬和参加冬奥，心态上翻拢当大人啊。持续有很多的国际赛事要准备要备战，所以就是也朝着自己的方向正在努力，希望自己能够在亚运能够有好表现。体育署长陈世忠讲，台湾1954年参加亚运以来，加起来已经摕到99面金牌，这届金牌数都会破100。这届代表团有800个人，选手有500个人，史上上济。希望各手都会当自我突破，摕金牌拼冠军。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第2个地方法院，为着要让民众了解法庭的运作，加强法治观念，就打扮做电影《星际大战》的角色出庭，模拟甲律师辩论的定书，请不少民众来看这趣味的审判过程。《星际大战》电影内面的小反派奥姆斯，拿着钢剑进入法庭，准备要受审。雄雄一看就是伫咧甲人辩的节目，其实这是智利瓦尔帕莱所设的地方法院，伫咧进行模拟法庭。被告奥姆斯的律师想要争取减少伊的刑期，奥姆斯坐来进前也阁正高调的人伊的钢剑。这场《星际大战》辩论会模拟法庭是当地文化遗产日的活动之一，要让大众了解法庭运作的过程，深化民众的法治观念，用电影角色来表现，让囡仔有兴趣。法庭播电影片段来做证物，让旁听的民众拢感觉真趣味。双方的律师来回攻防，表情真认真。观众席内面也包括犹大大水、Q 版的红仔，还有变装的电影人物。规个法庭坐甲满满，有一寡囡仔无位通坐，还阁坐伫咧地板顶头听。真侪人摕手机记录这趣味的法庭画面。La verdad es que estuvo muy entretenida, es impresionante que se haya dado el lujo de tanto estudiar como la película, haciendo antecedentes y que lo hayan hecho de una manera también sencilla para los niños. Porque de hecho usaron un vocabulario que era formal, sí, pero tampoco era inentendible. Como estudiante de Derecho creo que es súper importante que el derecho y la justicia en general sea algo que esté a la vista de todos. 上面奥姆斯被判30年的刑期，旁听的民众拢肯定邪不胜正，正义得到心中的结局。不过奥姆斯的部下拢替主人发冤枉。Nuestro Lord tiene que ser liberado. No merece la pena de 30 años. Y más encima no es una práctica segura para nuestro Lord. 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天气报你知，最后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温度。北部地区25度到30度，中部地区25度到32度，南部地区25度到31度，东部地区24度到30度。华岛地区25度到30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珍，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